Hello，大家，今天因为眼睛过敏的关系，所以想说可以试试看用一个 AI 来教大家新的蒙古语教学。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是《大龄女子江南顺》里面的第一集。南顺想起来自己是韩国人，然后跟他的养母说的那个部分。那我只会教前面的几句，因为后面几句真的太难了。那我们先来看看片段吧。비서원사실신 오늘 유시벤 민내리 강남순 께댁 사당가수 얌나 사당서 사나 저수에 어도 야고 비야프차스 게르메 해초든 슈데 헌야 사행 어스거드 옹태 바다 사당가수 시켰음 설나 기여 那第一句比소롱고소스 있음比소롱고소스 있음比我소롱고스韩国 os 是从来自的意思，那 있음是 이릭来的过去式 있음比소롱고소스 있음。那如果你要说我从台湾来，你也可以说比台湾나스있음比台湾나스있음。那第二句미니 니릭 감낭순 기댁 미니 니릭 감낭순 기댁。那在说名字的时候，其实有两种方法。那第一种叫做 mini nick Yuki，叫做我的名字叫做 Yuki。那有另外一种方式，你也可以说 na Mike Yuki Kidik，我叫做 Yuki 这样。那第三句 Solongoslo Yamna，Solongoslo Yamna，Solongos 刚刚说过韩国。lo 是往去，要那是要去的未来式，所以 solongos lo 要那。那第四句 sana tuktukui sana tuktukui 是不要担心。那第五 odo yahgui odo yahgui odo 现在 yah 是去，贵就是不，所以现在不去，我都要贵。那这就是今天的蒙古语教学。那如果大家还喜欢的话，就继续帮我按赞，我就会继续做下一集。那以上所说的5句，一定发音还有不正确的地方，那再请大家见谅。大家就一起开心学蒙古语吧，拜拜，拜拜，拜拜。